OK。好，咱开始读吼。1643年12月10号，1643年总算差不多要结束啊吼。12月10号，风和天气悠然像昨昏。今仔日有3只渔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吼，随后阁有30只前来，合计载来2510担盐，1710袋米，载1065个人。记晓啦吼，继续记。12月11，组成一支远征军，要伫咧本9月14号3天后吼，前往山地门社。山地门社应该就是即卖叫做山地门吼，伫咧高雄关遐。好，伊无注脚啦，但是我去的迄个所在就是安尼叫的吼。今仔日有4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再来140袋米、120担盐、82个人，也有30只渔船出航前往南方，载645个人。12月12，好天，今仔早起篷船Hope 号应该是 Foot Hope 吼，好望号吼，为着远征军载针前往南方，就是今仔算起来2天后吼，要去山地门迄个山地门啦吼。该篷船并且受命伫咧适当的所在，甲所在针甲落来了后，要去顺益迄寡渔船吼，避免公司的11座被盗漏。今仔日有一只篷船载咸鱼出航前往金门，载18个人，也有3只渔船出航前往南方，也有40只前往南方，合计43只船出航前往南方，总共载有835个人。伊拢会即嘛，敢若是这2年才开始吼，伊拢会载讲，伊拢会记讲载偌侪人吼，出入哩偌侪人吼，等于是海关记录人的出入啦吼。所以你对遮就看得出迄当阵，含台湾岛含其他岛外吼，可能是应该是西那较大部分吼，西那迄个人的出入的情形吼。12月13，北风乌阴天，完整的准备已经一切就绪，所有为着完整而准备的士兵，坐上3只渔船要去山地门社。随后沿岸又阁有7只篷船，共即个目的载士兵出航。即寡篷船包括士兵载有210个人，伊拢总是派偌侪人啊？敢若即只是写210人吼，等下看会讲着。沿岸所有即寡篷船，因为北风甲恶劣的天，拢又阁转来入港，
12月14要出征啊！咱来看天光啊，风甲天气有一点仔改变吼。天光，上述的旁船再度出航，再有军人150个，因要伫大目连社和另外750个人，100对塔卡里昂社内的居民会合。愿上帝予因为着公司达成因的计划。咱无讲到出征会合尔。好，继续看12月15，今仔有3只渔船出航，前往南方，载36个人，一逝尔吼。12月16，风甲天气有缘像昨昏，今仔日对厦门来的支那商人，甲因所载来货物交易完毕了后，伫得以交易完毕以前，含因争执到即嘛吼，含因争执到当吼，冤家冤到即嘛咧，嘛毋是讲冤家啦，都冤到即嘛吼。今仔日有6只高野船对平湖来到车，载地层门载23个人。12月17，哎哟，咱会无讲起迄个去山地门的？但是。后来应该会看着啦，因为伊这日志是伫咧台湾遮写，迄个山地门遐代志拢毋知吼。12月17，北风好天，今仔日有5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23个人，有一只旁船对平湖到遮载30只活猪17个人。12月18，风甲天气有缘像昨昏，有一只旁船出航前往打狗，载12个人。12月19，风甲天气有缘像昨昏，下晡有2只旁船对安海来到遮，因伫咧途中经过2天，带来一张生理人接心所的批信，用来甲阮讲，有2只旁船已经装载好势，停伫咧安海，要载所有需求的商品前来取缔，但是因为平湖人写批互一关，讲遐。半具着7只海贼船，因此烦恼遭受损失吼。伫咧赶着迄寡海贼船以前，毋敢出航，爱阮伫咧赶着迄寡海贼船以后，遂通知因。因为即张批所讲的关系着海贼的代志，由即寡船主已经证实。因此呢，为着要互迄寡旁船不致延误落去，因暗。立即决议，为着要互该航路维持交易的安全，决定派遣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的阮的旁船欧兰迪亚号，伫咧明仔载去平湖赶着迄寡海贼船，并且说服上述的旁船当中的一只，载着15到16个士兵同齐去平湖。我咧读即段的时候，我想起讲，即嘛伫咧台湾海峡吼，为虾米各国拢会参与？就是相款即种理由啦吼。今仔日我若即条航道无安全，我有风险，我可能会损失嘛吼。所以，甲台湾海峡国际化，就是要互台湾海峡安全的上好的方法，就是。互伊变做一条，大家拢关心，要互伊诚做安全的航道吼，毋是西那内海，西那内海伊要安怎就要安怎吼，迄着危险。啊，要讲这是足简单的代志，都根本毋免讲的代志，但是迄寡在读较歹个迄寡亲西那的人吼。好，咱继续读咧，并且说服上述的旁船当中的一只。载着15到16个士兵同齐去平湖。好，为着要重视，为着要，我阁甲即段阁定读一遍吼。因为即张批所讲关系着海贼的代志吼，讲遐有海贼嘛吼，所以有即寡船主已经证实有海贼，因此为着要互迄寡旁船不致延误落去，因也立即决议要互该航路维持交易安全。决定要派遣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的阮的
澎船荷兰弟也好，伫明仔载去骗湖赶着迄寡骗湖海贼船，并且说服上述的澎船当中的一只载着15个到16个士兵同齐去骗湖，以便提供对该状况的正确知识，而且伫咧处理迄寡海贼的代志了后，就会当对骗湖去通知接信。今仔日有2只澎船来到遮，暗时又搁一只对烈士到吼。这第3只就是对烈士来迄只吼，载有下日的荷尔蒙17篮的丝一布料，200刀的米，87刀小麦，800罐西那麦仔酒，180担盐，载103个人。12月20，好天。这礼拜日吼，今仔日下晡，上述迄2只澎船配备坐船出航前往澎湖。今仔日有1只澎船出航前往南方，载9个人。要暗嘛有1只澎船对尼泊尔来到遮，载来50担盐甲10袋米，24个人。12月2日，今仔日收到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r Eide， 这字我不晓念，我之前拢伊的 last name 啊 van der Eide， 我查一下，我毋知我读对啊毋对，我袂读的。End 吼，今仔日收到商务员Johannes van der Eide对打捞社所寄来，数期是本个月19号的来批，19号是2天前吼。讲本个月17号军队对塔加利昂社出发，即项要报告因去出征即个山地门社吼。今仔日即篇较长一叙述啦尔吼，就是你讲即个故事，咱来看吼。本个月17号，军队对塔加利昂社出发节班南社吼，班南社，哇！请 Google Translate 甲咱读一下。班阳社吼，邦南嘛吼，邦南社好。出发邦南社行军，下底有注脚，我看卖吼。注脚第1条讲巴达比亚城日志吼，巴达比亚是城日志，毋是这一个日兰社城，日兰社是台湾嘛，巴达比亚城伫印尼吼。遐日志讲1643到1644年即条吼，有写着好，照念吼。1643到1644年即条28到29页，日本文第2册第237页，中文本第2册379到380页，荷兰文本将索蒂莫就是山地门社误写做索蒂米尔吼。日文本原版嘛是照写索蒂米尔。所伫中文本甲山地门社翻做索多米友尔。中村孝志教授教注的时阵，已经注意到讲索多米尔应该就是山地门吼，索地摩。这是第1个注脚。第2个邦南吼，也写做邦这个我袂晓读吼。Pangnang 嘛写做 Panguang 吼，对文本文中的描述啦吼，应该是伫咧大老社前王山地门社道中，但是我毋知大老社是塔老社是打老社吼，有诶写塔，有诶写大，
水塔还是塔，有时搭车去搭吼。就是对大老社前往山地门社途中有一个帮南社吼，而且应该是已经足活近活山地门社，因此帮南呢应该是伫即嘛屏东县高树乡，高树是屏东吗？好，或者是山地乡一带吼，山地门嘛吼，山地门。好，我伫伫附近啦吼。讲本国个17号军队对塔卡利昂社出发往邦南社行军，看到要去遐个迄条道路愈来愈歹行，所以就停止前进。过长天早起继续前进，要去攻击上述的村社，却面临着一条只敢若用稳一个人行过的即个道路啦吼。伊是安尼写，一个前后戏馆通行的道路吼，就是一个行过的道路。路边的山顶约略有3000个对迄附近所有敌人的社啦吼，组织来的居民，伫迄条道路各处分做数队，用弓箭或者是标枪吼，猛烈攻击阮。这已经互阮落败，后来阁等大石头落来，以及其他可恶的迄个攻击吼，拍死阮4个人。当阮开始接近该村社的时阵，上述的迄群人开始对各方面来攻击过来，特别是来攻击行伫头前的塔加利昂社人，拍甲因拢逃走，然后阮共本而来吼，就是。大家拢用走的冲过来就对了吼。所伫阮的士兵无法度操作因的步枪，而被敌人追赶。互阮因为即个战斗死亡的24个士兵当中有9个人，哦，塔加利昂社有16个人。这加起来毋是21啦，这是数学是倒位是出问题。而且塔加利昂社人有16个人围绕伫咧敌人遐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毋是另外46个人是塔加利昂社吼，16个人留伫咧敌人遐。当上述战斗进行的时，伫咧队伍中间担行李的人也去互因猛烈攻击，因为军队自顾不暇，无法救援吼，无法度通援助啦吼。所伫呢，因去互敌人制服，行李被夺走。有22个当地居民，迄个担夫吼，你担行李的，有22个人，10个希腊人甲4个公司的爪哇人被抬死，安尼拢死几个？22个担夫，10个希腊人，32个加4个公司的爪哇人，就是36个人吼。即场战斗就安尼结束，我方士兵，好，故事讲到遮结束啊吼。拍败，我方士兵因为已经无枪支吼，荷药嘛，敢若剩6个竹筒。虽然讲已经来到邦南社的周参，却无法度去攻击该社。虽然迄当阵敌人因为遭受严重的损失，已经无阁出来挺胸逞凶啦吼，无阁出来迄个杀人吼。但是我方的士兵嘛，因为大量的损失枪支甲荷药，失去攻击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先撤往铁达染社吼。铁达染社是啥物所在呢？会对注脚写讲，可能是大德基社、大泽基德吼是温德的德吼，恩泽吼，基是机器吼，机器迄个机。大德基社可能是即个社啦吼。对本文的描述，即会对注脚安尼写吼。对本文的描述，会当迄当阵即个社是伫咧邦南社撤退转去即个塔老社的途中吼，应该是伫咧屏东县高树乡或者是李港乡迄甲位啊吼。好，因为即个
就是讲荷兰人因为失去攻击能力啦，所以必须要退去即个大德基社吼。对遐大老社来撤退，有9个被石头共伤的人吼，被上述的 Van der Eyden 吼送转来，伊请求讲，应该就送去台南吼，台湾遐吼。伊请求讲，因为伫顶一遍的战斗当中丧失了30人的兵力，请搁再派共款的人数吼，并且送一寡好药去执行上述的计划，继续前往避难，并且为最近的败战来报复。对此，阮的决议为着要恢复荷兰人的尊严，要对台湾的驻军当中派出60个人。带着所需要的物件、物品配备去遐，但是呢，下令爱照事态情况进退，不得互士兵冒险。若毋是有明显有利的状况，不可去报复。如果伫迄个地区未当战赢，就爱穿起护利皮，啦吼。什么意思呢？就是狐假虎威吼，爱用高价来处刑，就是爱用价处刑吼。你若真正无法度战赢，就爱用价吼，莫硬拼吼。意思是安尼。今仔日有2只篷船对米罗啊来到遮，载有70担盐、30稻米，36个人。米罗啊，一直拢无住卡，我毋知是啥物所在吼。好啊，所以去拍山地门城，就安尼结束啊吼。但是伊无讲，所以咱嘛毋知伊到底为虾米要去拍山地门城吼。应该是迄遐个人反抗迄类的啦，我理由吼。12月22日早起，命令上述迄队士兵坐2只渔船随前往打狗，对遐行一天就会当到大老社会合其他的军队。要暗嘛派去检查渔船的迄只篷船，载着13个士兵转来，再会10个无人头扫单的人。无垃圾的、无人头扫单，就甲因扣起来吼。10月23。北方大雪的天，下晡篷船欧兰迪亚号要去拍海贼的迄只吼，该当迄只拍算要派去西奈的篷船对平湖转来入港，因伫咧昨昏伫咧 Long Island 下面的所在伫互相见面。这是啥讲迄只？欧兰迪亚号啦吼，该当迄只要拍算要去西奈的篷船，伫咧对平湖转来入港。讲这2只船呢，就是要去西奈的篷船，甲即个欧兰迪亚号是伫咧站伫咧Long Island 迄遐吼，去遐小拄的吼。我看下底有注卡，Long Island 是长的岛，就是平湖的吉贝屿吼，甲即个。渔阳岛有时嘛称作是长的岛吼，长岛啦，所以是 Long Island 看起来无成英文，但是原来是即个意思吼。Lang 吼 ，Island 是 Eyland。我来甲考一个啊 ，Google Translator。Long Island. Long Island. Long Island， 但是伊无翻译哦。我看翻做英文呢。英文就翻对啊，英文就翻做 Long Island。中文无翻，就直接写音译啊 ，Long Island。好，所以应该我用荷兰文翻英文，安尼可能较准吼。因这2只船是昨伫长岛遐吼小拄的，高级大港
Simon Cornelison 报告讲，因伫本9月21号到偏湖了后，掠着4个希腊人，是被因指称做海贼的。即句是啥物意思？我看无解有啦吼。掠着4个，应该是掠着4个海贼啦，这是海贼希腊人啦吼。啊，是被因指称是做海贼的，应该是即个因，就是进前迄个出来咧斗讲有海贼的吼，即个因啦吼，我袂记得啥物人啊。22号早起吼，就是昨昏早起吼，接到报讲。接到报告讲，伫咧平湖上北边的岛有5只海贼船吼，对一个小港湾吼驶出来。奥兰迪亚号就去赶掠，去追逐其中的一只，但是因为无风无法度掠着吼，所以就搁甲因的即个舢板放落来，用舢板过去啦吼。来到迄只船的附近的时阵，被弓箭来射吼。攻击来攻击啦，吼，来猛射吼，猛射，有一个荷兰人被射死。若毋是因为透气风开始透风，被该船逃脱。若毋是安尼吼，叫迄只船走去，若无就已经甲即只船就甲抢落来吼。同时借用着迄只篷船吼，去追赶其他的4只海贼船。被逃出世界，若是其中一只被掠着，咱若是吼，我今仔早起学来，恁各位答案吼，若是就是 but 吼，我爱惯势安尼讲吼，若是其中一只被掠着，发生长久的战斗，有几个荷兰人受伤，因此只好驶离该船。即暗，篷船奥兰迪亚号。拄着其他4只海贼船，所以就赶着其中的一只，一直追到2林头前，2林吼，并且互2只上细只的客舰沉没，就沉船啦吼，4只海贼船吼，其中2只沉去吼，所以应该是算成功，甲即寡海贼拢拍败啊啦吼。伊无讲啦，无写结论啦，但是看起来是安尼吼。11月24，风甲天气要像昨昏，买一只新的适应的高压船，以便用来各种需要的情况。今仔日无特别的事。12月25，圣诞节我讲的来无写吼。风甲天气又安像昨昏，今仔日买来迄只高压船吼。该当上水的篷船，搁再一次航往偏湖，要去找即个海贼船吼。若是可能要甲因渡灭，嘛写批去互上水的商人吼，请因伫即个顺役当中做因的篷船前来。12月26，有北方所吹来即个凉风，今仔日收到商务员。Johannes van der Einde 对打捞社所写来批信讲，本9月22号对此地派去的迄队士兵已经伫咧随后24号带迄寡作战的好友吼去到因遐咯。伊犹原是计划讲要伫咧今仔日去山猪门社甲即个帮南社的人报复。对此，迄寡士兵并无欠缺勇气。嘛已经开辟了几条适应的道路，就是家己开路啦吼，进前行迄条路，向拍一个密麻吼。因为强风上出迄2只要去西那沿海高压船无法度出航，即嘛代志佫拢咧进行中啦吼，拍海贼来拍海贼，拍山贼来拍山贼吼。继续，12月27。犹原是透强风，因此迄寡高压船必须要留落来。12月28，强风犹原像昨昏无代志。12月29，一切犹原像昨昏
一句话尔，12月30。透东风，天气开始平静落来。今仔日收到上有湾的艾登吼，湾的艾登，本国个28号对打老社所送来的消息，奖励得悉，奖励得悉，就是所以知影讲，伊带领军队去到军阀山地门社的所在，但是发现迄条沿着山腰的道路，吼。已经被下派到无法度爬起哩，就是迄条道路去破坏到无法度爬起哩吼。而且遐贴遮尔侪石头吼，并且对各所在组织遮尔侪人，因此呢，若无冒极大的危险吼，是无法度前进吼。所以呢，伫咧社岛3个到4个侦探了后，决定。有体面来撤退吼，算巧了吼，知影通走。随即转来到打老社，也的确发现讲迄条通往避南的道路完全无像传道Merkinus 所讲的安尼，而是一条徒步的人空手无早步穿，或者是任何其他物件拢真难通行的道路。就讲即条路无像传道 Merkinus 所讲遐简单吼，是即条路若是一个人空手吼，无早穿吼，或者是无早其他物件吼，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吼。因此，伊无法度继续进行伊的任务，所以将要伫咧后日中昼转来到赤坎遮，然后会转来即个城堡，就是列兰遮城啦吼。意思要转来报告啦，讲代志歹办啦吼，讲袂落来，山贼拍袂赢吼。山贼我讲的啦，应该是反射啦吼。12月31号，风甲天气拢袂歹。今仔日有2只高野船对南方到遮载有5000尾乌鱼载35个人，这是1643年12月31号上尾一天吼。总算咱甲1643年读煞吼，读到安尼，咁要歪腰去，因为内底差半年的迄个日子吼，差半年，敢若是我袂记诶，应该是拢是和黄金有关系吼。好，1644年正月初1。我啉遐茶。叫咩歪腰？安尼吼，叫咩歪腰？你捌听过？就是腰哦。就是。做甲腰，咁要断去啊！意思安尼。真正是腰哦。腰啊，真正是腰。弯腰哦，真正是。对啊，就是弯腰，我看有即个词，古早有，台哩大书店吼，即嘛人是安尼讲是诚听着啦吼。O A I U I O， 无。日本时代无人安尼讲，讲做甲要歪腰去吼。较早听阮母讲的。好，1644年正月初1，北方好日平静的天气。我看一下迄个册台语，因即嘛即个较新的字典书店有收无？好，1976年的 Marino 就有啦吼，或者是 TJ 吼，就是 TJ 是啥？就最近过身的迄位张如虹，台语白话小书店有收吼。
Marino 是安尼解释吼，伊讲对应中文的形容工作劳累哈，英文是 fatigue、tired or exhausted 哈，所以我即个斯文母安尼用是，就是人一般人所讲的即个意思，无毋对。好，1644年正月初一，北方好而平静的天气吼。今仔日有2只篷船到遮，一只对南方来走，1500码的咸乌鱼，载10个人；另外一只对北边的淡水来，载流黄来，载有12个人。咱之前看拍山贼是拍失败啦，拍海贼则无讲啦吼，毋知佫讲着未吼。拍海贼应该是算拍，来，咱来看吼。正月初二，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对一个北去互上述的海贼活掠，而且自一只伊被拘禁的即个篷船渡船的新仔人遐得胜。即句话安尼，意思就是讲，因掠着因对一个人遐知影，即个新仔人遐知影讲，即个新仔人伊是本来是去互海贼活掠，关伫一只篷船内底，但是逃走吼。即个新仔人，伊讲，迄寡海贼船有2只伫顶一厝被 Cornelius Simon 的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us 吼，赶了的时阵沉入去海里吼，2只沉入去海里吼。另外2只伫李林附近来靠潜，但是后面迄2只的人员逃生。又搁讲，迄第5只海贼船伫打狗附近被拍歹去，但是迄寡人员夺取一只载插头的小篷船逃走。所以5只走3只去吼，3只船拢歹去，但是人无掠着。今仔日三岁是新仔生意人吼，3岁的篷船对淡水满载着硫黄。丁甲落坡来到遮，载40个人。今仔日迄只伫顶国个31号出航，要前往安海的篷船又过来入港。迄寡新仔人报告讲，伫片湖附近遭遇11只海贼船，吼，所以又过来入港。海贼愈来愈多，愈来愈高。正月初3，落雨的天气，风又完像昨昏。今仔日商务员Caesar 来处队，报告讲，新港、大目港、目加流园、甲大武龙自社已经拢缴纳所定的即个税啦吼，税金。迄边的情况一切良好，就是因进行讲伊进行公布讲北平番社嘛是拢爱纳税金啦吼，像南方的迄个番社相款吼。讲迄边情况一切良好，所以命令伊讲，即种命令伊是迄个商务员Caesar啦吼，凯撒吼，有即种税金爱紧对即个小农、麻豆、道路国等等吼，伫北平的国社来征收。就是无纳的，佫有这规个社啦吼，并且爱载来即个小龙社。正月初4，有继续吹来北风大扫的天。今仔日国语，因为北平大部分的州啊吼，已经有课税吼，已经有收税金。税金已经收着吼，为着要等咧南平嘛要开始征收即项税金吼，所以就决定要派遣商务员 Van der Eyden 吼，为着即个目的，爱坐快艇 Breskens 号，尽量较紧前往遐，并且决议，因为要载运黄金甲其他的商品来新仔人因为因会惊海贼，所以也袂载啦，因此决定
去平湖遐停留一段时间的快艇纽约号吼，爱继续伫遐停留到本国个15号，希望伫迄个期间，海贼会当赶着了吼，并且伫迄个期间内，希腊生理人会当运黄金或者是其他商品来交易。又搁迄4个被掠来的希腊人，因为因对公司有好的表现，而且有别人为着因的不幸来定情，因此决定要释放因。今仔日要暗暝时阵，迄个派去南方检查希腊人的中枢转来，带转来20个无人头射单的希腊人。正个找5，决议要通过南平国社爱准备好因所要纳的税金。阮要派 Van der Eyden 坐快艇 Breskens 号去遐收。正个找6，好天透北风，今仔日上述快艇出航要去收取丢米色丢啊吼！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南方到遮，载1800无咸鱼、乌鱼，载30个人。正个找7，有凉风对西北方吹过来，大数的天无特别的事。正个找8。风甲天气像昨昏，拢无胖船对希腊来，嘛无迄只阮派去偏湖的胖船 Brock 号的消息，互阮感觉真奇怪，可能是希腊沿海已经透大风咯。即马已经是明世宗崇祯17年清世祖顺治元年所以即一年呢，咱会毋知伊会记载即代志无就伫咧即个希腊地区已经是亡国去啊已经即个大明帝国就规个亡国去啊过来是大清帝国的时代受到希腊教育的各位真容易讲爱，咱敢若是共一个国家安尼直迄个延续落来，无可能这是一个足重大的代志，这是伫希腊地区一个帝国向规个亡国去了后，另外讲即个蛮邦啦一个对北平来的另外一个国家伫遮建立即个观念才是对的好。正个找9，咱也要看到我相信后壁应该记载啦正个找9，平静真舒爽的天气有北风，中昼收到2张来批，一张是对芒港寄来，得悉有4只海贼的胖船停留伫咧洱林附近，船顶的希腊人上岸以后起山了后，被居民杀死。哇！但其中有4个人倒入去内地内地什么所在呢？伊伫注脚内地巴达比亚城日至1643、1644年即条148页，日文本第2册252页、253页，中文本第2册391页，日文本将海贼君王就是金王。伫咧龙桥湾被掠5亿罪，就错误来翻译做伫龙桥湾被杀中文本也跟着翻译做被杀，但是伫咧本日志下面1644年2月28号的条目嘛清楚记载讲海贼金王伫咧龙桥湾被逮捕啦甲伊掠来台湾遮即项拄则讲的迄
西那人上花被居民害死4个人倒入落地是有啥物关系？伊是咧写啥？注脚是咧写啥？咱看。好，咱继续读落吼。讲中岛收到2张批嘛吼，一张是对网港寄来讲着拄则迄代志吼，4只海贼船海贼起山叫居民害死吼，4个人倒入去落地。另外一张批，2张批，其中另外一张批是商务湾死者对骁龙寄来吼，伫设迄寡税金吼，逐工由居民主动乐意来你缴纳吼。无人你乐意缴纳税金的啦，迄是你讲的吼。歹势，好，咱继续读例子。国语因为西那日常输出大量的鹿仔肉吼，而且每空白毋知写啥物吼，只敢若付44又个1/8的户口费用吼，下底有注脚，我看嘛。讲即段文字意思无清楚吼，好，咱着读个就过好。而且因的胆还阁比应该有的胆的重量还阁较重，胆就是可能是一种轻啊，而且胆啦吼，胆还是胆，我毋知吼，担子吼，迄个担重担，迄个担吼，而且因的胆比应该有的担还阁较重，因此就决定讲每一担鹿仔肉，就是含阮所用的即个重称汤的担共款的重量，要抽关税吼1厘尔。即个税额毋是阮所定的吼，是西那政府定的吼。今仔日有21只篷船对南方。来到遮，载有5万尾的乌鱼，339个人。1月10号，等下我看顶一讲1月9号，注脚第3条是写讲，因为顶头有讲，这是西那政府定的即个税额嘛吼。有注脚讲，可能当时迄当阵吼，华商对台湾载鹿仔肉转去西那嘛，必须要缴纳每一担1厘尔的关税吼，可能是安尼啦吼。好，1月10号，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有5个西那人因为无人头扫单，被迄个团岛派6个迄边的居民。甲因送来到遮，嘛已经通知居民讲，大家爱准备好税金吼，就是丢米税的税金，因嘛拢已经答应。正月11号吼，今仔日早起便对迄阵，米尔门号吼，米尔门佫会叫就是人鱼吼，人鱼号探着mermaid啦吼，mermaid 米尔门。趁着陆方出航前龙偏误，要遵照国旗去载运石头来修理网港的要塞。今仔日有7只渔船对南方来到遮，载有23000尾的乌鱼，147个人。今仔日有4只篷船前往西那沿海，载有1批咸鱼、鹿仔肉甲硫黄，合计载82个人。哦，丽雅，即嘛礼拜看到人，呵呵。阮要收工啊呢，你讲无闲我知，看你最近拢咧上课。正月12，北方打扫的天，收到一张商务湾死者的内批，同时送来9个无人头扫单的西那人，即寡人嘛无户口吼，无户口来留伫咧北边的村社，违反告示的规定，伫咧该地你徛起吼，今仔日就是因违法拘留啦吼，即卖话就是安尼讲吼。今仔日快艇 Newark 号开始咧装载要载往巴达维亚的航母 Newark， 我看一下 Newark， 哇，请 Google Translator 甲咱念一下。Newark。
无特别的意思啦哈。Leeuwar. Leeuwar， 今仔日快艇 Leeuwar 号开始装载要载往巴达维亚货物。今仔日迄4只航空船仔篷船当中的3只被季风吹转来入港吼，季风就逆风吼。了13只篷船对南方来到遮，载来22万码的乌鱼，载182个人。正月13，好天，中昼篷船 Brock 号对平湖转来，高级大工 Simon Cornelison 报告如下吼，对，就是即个 Simon Cornelison 报告去拍海贼的经过吼。剩6分钟，我毋知我都读了吼，咱读偌济算偌济啦吼，因为诚长吼，毋是非常长啦，但是有较长意思啦吼。去年1643年12月最后一天，行李取缔了后，伫1644年吼正月初一，到平湖上北边的岛屿，伫遐停留到本国去交货。迄时航王陆地看见规只舢板逃往 Long Island 吼，长岛啦吼，长岛遐吉贝屿吼。经历了后，看见10个，等下我来看一下地图啦。其实我无介清楚吉贝屿伫倒位吼。对，多。好，基本就是安尼啦吼。我看会着，恁若有兴趣，恁看一下我的直播吼。片湖的北边即只一粒大岛吼 ，Long Island，Long Island 吼，荷兰语叫做 Long Island。看见就是迄当阵航王陆地看见规只舢板逃往 Long Island 吼，登陆了后，看见10个查甫甲2个少年人吼。对因探听，因当中有一个人较早和海贼同齐咧航行，所以就将伊家同齐带走，对遐航王马经元要去探听海贼的消息。应该是讲甲迄个查甫人带甲押走就对啦吼。来即个马经遮要去探听海贼的消息，来到遐了后，来到马经遮马公吼，马经就马公，马经元。来到遮了后，按照得到的消息，用4片的即个速旁航王海贼船停泊的渔夫岛、渔网岛啦吼。本来贝斯加岛咧是渔网岛，就是片湖。我看伊即嘛是咧讲对一个岛，对主卡第2，渔阳岛、渔夫岛，伊敢若写就是片湖的渔网岛。片湖阁有一个渔网岛吗？渔翁岛，我查一下吼。真正嘞，就是西啊，歹势你讲。爸爸，我讲有呢，我嘛咧找。就是西屿啦，片湖的西屿啦吼。其实较早，莫讲较早，即嘛嘛阁有，即嘛相关吼。你若看外国地图，你记载台湾海峡即只岛，迄个片湖岛即只吼，伊拢是写 Piscatores Islands， 就是渔网岛、渔网列岛啦、渔网群岛啦吼。这是外国地图，你记载片湖遮是安尼写法吼。应该即嘛是搁安尼写啦吼。所以片湖应该就是渔网岛吼。较早的概念内底啦，无人咧讲片湖，拢讲毋是无啦，是即个西方世界拢叫即个所在叫做 Piscatores 吼。好，所以我有一点互伊 confused 吼。好但是
西书就是相款，就是偏于偏湖岛嘛吼。伫个你若看地图就知影是偏湖偏湖算讲起来算三粒大岛啦吼。马景遮一粒大岛，这是叫做啥物岛？我都毋知，无写吼。啊，西屿是西边一粒大岛，北边一粒大岛吼，白沙岛迄款。我毋知叫做啥物岛。对，白沙岛。嘿，白沙，所以就是这三粒大岛。啊，三大岛屿。外国人拢叫做渔翁岛，啊，即嘛伊讲的渔翁岛是指即个西屿遮的款吼。咱着安尼理解啦，无实在有时仔就 confusing 吼。用按照得到的消息，用4片的缩旁吼，缩旁是一种船的款吼，缩帆吼，航往海贼船停泊的渔夫岛，并且当作被带走的20个被认为是被指认是海贼的新仔人吼，甲因带走吼。这是啥物人？就是讲就是即个啥，讲去大港的即个 Simon Cornelius 因的人啦吼，先去即个 Long Island 去掠一个大埔的，然后再过马景岛遮用4片缩旁船去甲海贼船吼，内底20个海贼甲因掠起来吼，来到上水的迄个渔夫岛附近，看见迄条3只旁船，一只大的，一只中型的，一只细只的吼，因一看到阮，随拢起定吼。盘腰劲风，气度要逃走，盘绕逆风，试图逃走。盘绕我毋知啥物意思吼，应该是船那么说吧吼。反正劲风要逃走，但是因为我方的人真会晓操旁吼，阮操旁技术比较好啦，所以迄啥物意思就是你若会晓操作迄个旁的吼，劲风你船嘛是照常的，我都能行吼。船的法度因厉害到即种操作旁会当船会使逆风行走吼，所以对立着因吼，含迄只大旁船，就是因的旗舰吼，旗舰吼，上大迄只就对啦吼。对拍了约2点钟，已经强要战胜，并且甲因骂咧射击，但是后来因为海影真大吼，只好离开因。所以我方的人搁再转去上水的马景湾遐停船，即一天就停踮咧遐，强风继续透规暗。好，咱今仔日就读到遮，时间到了吼。明仔载搁继续来看因的即个海战的情形吼，即个掠海贼的情形。好，安尼故事讲到遮，咱明仔载搁规章开始搁来讲吼。感谢各位，多谢阿官，多谢大家。规房。